温哲不喜欢你这种类型的。你哪位啊？林总，身为销售总监，你却不对自己的猎物做充分研究。谁是猎物，谁是猎手，谁又知道呢？看来这八卦新闻还不说都是假的哈。温先生的故事可真多。你是他的花边新闻里边的哪一任前任呢？我叫 Selina。哦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跟他提提我的名字，看看他什么反应。Sorry。喂，林总，严总和方总查到了，绝对是水晶干的。推理还是证据啊？他们查了后台数据，然后进行的推理。可惜的是，我们没有证据。没有证据就去找证据。这么大规模的恶意退货，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。平台那边说不肯透露用户的信息，他们说这是规定。官方渠道当然不可能给你这样的信息了。如果你找不到证据，你是否这个假期就可能是永远了？我会找出证据的。我有个电话进来，先挂了啊。喂，王磊。串货量还挺大。刚开始是从一家大型医美走的货。我觉得这件事情，操作的是孙娜娜。可是如果没有方静的支持，她哪有那么大胆子？这事儿麦总知道吗？我想先听听您的意见。除了你，还有谁知道？也就那个管医美的经理，她是我提拔的。这女孩很机灵，没有声张，就悄悄告诉了我。我追踪到了同时退货的买家 IP， 他们相当的狡猾，都是用境外服务器、用远程电脑、用多重跳板制造的假 IP。可惜了，他们遇到我了。来，看看哥的杰作。这些 IP 地址分为5个地方，都是广州的5家网吧。你的推论是正确的。这次退货是职业退货干的。这一刻，眼前这个高智商的 IT 男，真是帅到了宇宙。不信啊？没文化真可怕，哥给你科普一下。不是，我信。那你这一脸姨妈笑的。但丁，你好帅。我家有镜子，我知道。不是，我想说的是，你不仅人长得帅，你脑子也帅。这是大家公认的。你人聪明，而且善良，虽然很毒舌，经常对什么事儿都表现出来毫不在乎，有的时候还特别低级趣味，喜欢网红脸。但是，就是张浩宇，你不会要跟我表白吧？你想什么呢？这个场景太熟悉了，好多女孩跟我表白都是这神情。你不会也花痴吧？你才花痴呢！哎，你以为所有人夸你都想跟你表白啊？切，自恋吧你！那虽然我长得帅了点，花痴也正常。
但是咱们俩是朋友，别闹那些了。哎，花了我3天时间，我预算方案还没出来呢，后果你得承担。成交，把这些证据都拷下来吧，拿去对付那姓季的。哎，成交，你干嘛了？今天怎么那么认真？你看，所有退货买家的原始 IP 地址都是广州10至5家网吧的。你的推理是对的，这一次退货事件是一场有预谋、有组织的阴谋，针对的就是我们刚刚飙升的电商业务。可是，如果我们拿出准确的 IP 地址，那也就暴露了你采用特殊技术，在法律上，这会有麻烦的。大不了公司把我开了，反正我是靠技术吃饭的，无所谓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承担这么大的代价，一定还会有别的办法。你能这么说，那我就更加应该这么干。不，再想想。喂，小玉。方总，我的朋友查到 IP 地址，证据确凿。我们正在发愁呢。小鱼，今天的事，你的朋友可是立了大功啊。但是为了保护他，你最好对外说是在网上找的黑客，别说是你的朋友。谢谢方总。好了，赶紧回家好好睡一觉吧。方总，有一件事儿，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告诉你。你说。你老公有问题。脚踏两只船，您知道吗？今天下午2点左右，我在大学路，就是有钱男人勾搭那种女人的地方，我亲眼看到了一个女的上了你老公的车。你看错了，上次周年庆我见过你老公的，而且车牌号是粤 A5G398，对不对？他昨天就出差了，根本就不在上海。那肯定就是我眼花了，对不起，方总，不好意思，你别介意，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。小鱼，我们做销售，在公司的风头劲儿很容易招人记恨，很多人一直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呢。方总，您这次处理退货事件的气魄还有细致，我都非常佩服。放心吧，谁要是敢嚼我们做销售的舌头，我跟他没完。赶紧回去吧。那我走了，早休息。酒吧账单是陪客户，那南方大厦38000元的购物呢？我跟商场做过核对，香奈儿专柜，包包。亏你也是销售呢，那不是我送肖总老婆的礼物吗？
人家这回帮了那么大的忙。粉色 BF 小号，你蒙谁啊？肖总的太太我见过，她会背粉色小号吗？还有啊，你不是一大早的飞机吗？今天下午2点，有人看见你在大学路。哎，方静，你过分了吧？查这么细还跟踪我，你要干嘛呀？想离婚你直说呀！哎，怎么夫妻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？你到底是我老婆呀，还是福尔摩斯啊？我是你老婆，所以你要单干，1000万贷款我帮你搞定。你想回到上海发展，我放弃华南的老总的位置，到东区寄人篱下。你呢？你在外面莺莺燕燕，电话打到办公室我替你挡。你说我是你老婆还是你老妈？行，想离婚是吧？哎，别！哎，只有你才是我亲老婆，才是我们小小的亲妈。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也知道。哎，不过有一点，你在我心中那才是最重要的。你根本就没有出差。你要么现在立刻回家，要么离婚。你选。回，我立刻就回。小小，方总，总部的阿兰今晚已经到上海了。舒总刚刚陪他吃过饭，席间舒总说了，目前无论是销售额还是合同额，您都是中国区第一。马上就要内部调查了，这几天你们都要小心谨慎啊。不过我想想还是好激动啊，过不了多长时间，您就是 SW 中国区的销售总监了。怎么跟小孩似的啊？我想，林瑞那间办公室以后归你了。方总，您别吓我啊！我计划呢，你跟娜娜担任东区总监，一个负责商超，一个负责医美和洗护沙龙。那间办公室大，你俩用。方总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好了，早点休息啊，我挂了。舒总，我在公司呢。现在吗？哎呀，这个时候都是母蟹，我最爱吃了。好的，我带一瓶好酒，马上去你家。一会儿见。哎，小鱼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方总，我就是想问一下 ，J.K. 那边我是直接汇报吗？你告诉 J.K. 今天晚上我会把调查报告做好，然后 email 给他，我俩一致过了，最后再报告总部。OK， 我知道了。知道我回来啦？我师傅的行踪我都不知道，那我的徒弟太不称职了。舒总给我打电话了，说退货的 IP 地址你们查到了，在广州。我要跟你说的是另外一件事儿。我计划让你跟娜娜担任东区总监，一个负责商超，一个负责医美和洗护沙龙。那间办公室大，你俩用。好，早点休息吧，我挂了。舒总，啊，对，我在公司呢。现在吗？哎呀，现在可都是母蟹，我最爱吃了。行，我带上一瓶好酒，马上去你家。果然，
舒总真正支持的人是方静。舒总，他是你师傅？你太天真了。他用我不代表他完全信任我。我跟了他这么多年，他从来没邀请过我去他家。要不是今天的偶然，根本就猜不到舒总和方静会走得那么近。明明是2个部门的联合行动，那到了最后，背锅的是你一个人。一码归一码，这锅是我自愿背的。双11退货，我对方静的表现无话可说。可是，方静她现在一副中国区销售总监的位置被他默数的样子，所以很多事儿都有了谜底了。汇海的舒尔凡尔，代理商的联合抵制。所以我说，舒总真正要提拔的人是方静。我还一直奇怪呢，方静怎么敢串货，还没有代理商举报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属于我的东西，我会亲自拿回来。Jackie， 反正我肯定会支持你。别那么激动，来，帮我查一下阿兰住哪个酒店。好。上车，我送你去。什么意思啊？阿兰住的地方是我朋友经营的，地址也是我告诉小玉的。说完之后我就下来等你了。不需要你送。你需要。阿兰在想什么你不知道，方静在想什么你也不知道，孟凡在想什么你更不知道。这么晚了，一个女人去找老板，多少都会有误会的，所以你需要有一个人陪你去。而那么晚了，你已经找不到任何人，只剩下我。这口气给我憋的。你想太多了。相信我，这一趟我是不带私心的。你找我是不是为了双11事件？对不起，阿兰，这不是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。我想跟您聊一聊中国区的发展。如果我说我能让中国区的业绩增长20%，祝您成为下一任 CEO， 您有兴趣吗？坦白地讲，这个说法很有趣。只是一个正在接受调查的人说这样的话很奇怪。目前中国的化妆品市场份额达到了4000亿人民币，预计在2019年会达到5000亿。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，也是一个快速变迁的市场。SW 在过去5年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5%以上，而去年仅仅只有10.2%。是啊，我请了咨询公司就在研究这个，看来你有自己的分析。LND 集团呢是一个一文不名的日本品牌，但是它在这5年内一跃成为 SW 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之一。它怎么做到的呢？其实就2点：第一，深耕3、4线城市；第二，全渠道发展。中国市场变化非常大，20年前它还是偏大众的市场，而现在它是最精致高档的消费市场。美妆市场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，而3、4线城市的这个消费能力在快速的释放，所以我一直认为要大力的发展直营和电子商务，迅速的扩大市场份额，提升销量。我做了一份很详细的市场策略报告。你这个想法非常好，怎么没有上报给公司？我上个月试过了，失败了。什么原因？
公司认为还是发展代理比较有效率，而且发展直营会让代理商抵制。那现在我们公司在3、4线城市的覆盖率增长了多少？差不多5%吧。施婉婷终止了你的直营计划，你是不是对她非常不满？舒婉婷舒总是我的老师，我非常尊重他。我这次来这里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了来调查双11的事件。我保证，我自己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。如果后天的听证会你能通过的话，我保证总部会认真的考虑你提出的所有建议。Thank you。聊怎么样啊？你之前帮我做的分析，不是没有道理。谢谢夸奖啊。你说过拓展新的蓝海，有思路吗？没有。这行我不熟，但是我可以回去做功课。喂，金总。喂，小金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刚刚拿到正业基金的 A 轮，熬了这么久的夜，总算没白熬。谢谢啊，这件事儿虽然比我预期的晚了一点，但是我觉得结果都是好的嘛。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但丁他们，让大家好好的高兴高兴。对了，请大家好好的喝一顿。好，谢谢您，季总。要不是您的话，我们这颗种子早就干死了。哎，你要感谢的人不是我，是温哲。温哲。认识吗？听不清。我说，谢谢啊。谢什么呢？哎，我真的很烦你这个人，哎，你非得让我……谢谢你让季总给我们投钱，满意了吗？那是因为你们项目好，而且他也正在找项目。你约我出来，不会只是为了说这个吧？臭拽，怎么可能？我只是顺便谢谢你而已。重点是，我想问你，你帮我这次到底是冲着老金，还是冲着我？我知道你希望的是后者，但是呢，我这个人呢，就实话实说，既然我答应你爸要管你，我就不会半途而废。帮你的原因，两者都有。哎呀，又重承诺又送人情啊，真是你的风格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也没给你丢人，我们已经融到了 A 轮，1000万美金。恭喜！哎，说个正事，这个地方呢还有很多的 idea。老金那边呢你也知道，他的很多实体经济的想法已经过时了。怎么样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，把他给甩了，跟我一起玩啊？5年前，我也是这样看我师傅，后来，算了，等哪一天你听得进去，我再慢慢跟你聊吧。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中创收购了红岭37%的股份，派了个代表去做 COO。这种收购方的钦差大臣，绝对不是省油的灯，你要自己小心点。他们上面怎么斗跟我没关系，我们做项目的，把项目做好就行了。行吧，喝酒。急着用钱呢，
又审计我！天啊，你们！算了。怎么了这是？这帮孙子啊！我求爷爷告奶奶，韩国人先帮我们做了，结果这个节骨眼上卡我们钱审计。现在好了，人家跟韩亚娱乐先签了。不是，咱们不是已经签合约了吗？没打定金的不算数。那这还让不让干活了？怎么少这么多？什么这么少了？还看看。房租、水电怎么？不是说好免费的吗？找他们去。哎，季总，小青，什么情况呀？不是说好办公室让我们免费用的吗？怎么又要收钱呢？小青，我今天就要离开红岭了，帮不了你了 ，sorry。你要走了？现在中创是大股东，有什么事情直接跟他谈，咱们以后再合作吧。是金小贝吧？进来谈。是我扣的，自我介绍一下吧，驼峰。你就是新来的 COO。关于房租，请问你有什么疑问吗？这办公室之前一直说让我们免费使用的，现在突然要问我们收钱，麻烦你给我解释一下行吗？在合同上，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条免费提供办公室的条款。对，合同上是没有，但是这是季总在会议上面宣布的，会议纪要里边有，所以以前都是这么执行的。红岭的管理方式一直是粗犷经营，现在是我们中创进来了，既然要上市，这些不清不楚的条款，还是不要的比较好。行，那你告诉我，我们公司的审计什么时候能结束？我们好几个项目等着推进了。审计也是为了帮你们公司规避风险。作为一个一直烧钱的公司，我觉得你们还是稳妥一点比较好。那耽误了项目进度，是不是你来负责？不好意思啊，审计每一个投资项目也是我的工作，请你理解。喝口水。哎，今天内审胜算几成啊100%。真的假的？必须的。哦，还有一件事啊，那个运费险查出来了吗？这件事特别诡异。那天晚上你记得吧？大家都在通宵加班，我熬到了早上快天亮的时候，就在那会议室，我眯了2个小时。可是运费险退出的时间是早上凌晨6点，那个时候我正在睡觉。听我汗毛都竖起来了。会不会是黑客干的呀？黑客啊，这事儿我问了但丁，平台的防火系统超级强悍，想要黑进卖家的账户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那这退货运费退出多出几十万损失，你们也不追查呀？查呀，当然得查。但是你放心吧，就今天会上，我已经想好了大招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这次双11事件影响恶劣，虽然没有证据，但是我们认为这跟华东区销售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凡事要讲证据，你们没有证据，并不代表我们就没有证据。大家看一下大屏幕。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这次退货事件所有买家的购买时间和退货时间，惊人的一致。这能证明什么？不能，
但是我们追踪了所有买家的 IP， 来自同一个地方——广州，分别是广州市区的5个网吧。这证明这一次退货事件是有组织的恶性竞争，恶意破坏我们 SW 的经营活动和声誉。潇潇，这里面的数据你们可以核实一下。知道谁做的吗？据我们的推断，这次恶意退货事件是由互联网职业退货公司所为。有证据吗？其中一家网吧就在某家退货公司楼下。我停职期间借着休假的机会，到网吧查看了一下。大楼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双11期间，他们的员工频繁出入该网吧。口说无凭，在我们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之前，贸然起诉可能会导致一场失败的公关事件。我和方总的看法跟您是一致的。中国有句老话叫“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”。我有一个问题，退货运费险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几十万的损失啊，本来是可以避免的。查出来了，这是我的失误。你是谁？我是一部销售经理张小鱼。可能是因为这几天连续通宵，所以那天晚上进账号之后，我操作失误。不过我愿意接受公司的任何惩罚。佘总，你看怎么处理？扣除张小鱼这个季度的季度奖，工资待遇降1级，立刻停止飞行。张小鱼背锅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。对张小鱼有点不公平。运费险不是他的问题吗？他不该买单。您打算停他多久？他是你的爱将徒弟，在你和方静之间的竞争还没有结束以前，我知道你有多么需要他。但是孟凡那边，我必须给一个交代。我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如果他继续不依不饶，我会开掉张小鱼。双11退货事件开掉一个销售经理画上句号，怕也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。孟凡的胃口，他至少要拿下你或者是方静，才算卸掉我的臂膀。我个人很不喜欢魔高一尺，如果做不到道高一丈，要牺牲掉自己的徒弟来保全自己，我会选择跟小鱼一起走。你也是我的徒弟，你这是在怪我吗？到什么时候我都是您的徒弟，您都是我的师傅，永远改变不了的事实。我了解你，不过棋局如此，谁又能够没有无奈呢？不是没有办法，只是我只怕这个办法，我们白忙一场，反而授人以柄啊。OK。怎么回事？
为什么不指证他们？我问你运货险的事儿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是老板，我先说。运货险是董小姐推的。她想干什么？就是求人心切。她当时查销售额，我们和二部只差几万了，她就动了卖家版运货险的主意。无知无畏。是，她也吓死了，一直都不敢说。我骂的是你。他犯的错为什么你担着？好啊，阿兰第一次听到张小鱼的名字，还真的记住了。中国区一个粗心大意的销售经理。你不气我，你不舒服是吧？没有，董龙他担不起。出了事儿之后，他整夜睡不着觉，而且人又瘦了好几圈。他还说了，甚至想要跑路。他是我组员，所以你就大包大揽。自己犯的错误就要自己来承担，这样人才会长大。你这样做不一定是帮他，听得懂吗？两害相权，取其轻。董东他好容易当上了销售，而且刚刚按揭买了房子。如果真的追究他的责任，公司肯定会让他走人。我是有点小烦。没事儿，停职，小 case。反正 JK 肯定会把我很快捞回来。你还把我吃定了哈？哪有？我就是压根想不明白，先是你被回避，然后我被停职。这双11活动说起来是双赢，这么仔细一琢磨，最大的赢家是二部。我又自作聪明。你肯定一早就想到了这一步，你现在想到也不晚。老板，中国区销售总监的位置只有一个，现在二部的合同额还有销售额还是领先于我们，这事儿你到底是如何计划的？前天晚上我已经跟阿兰达成协议了，只要这次事件与我无关，他就会支持我的直营计划。你先好好休假吧，1周之内把你捞回来。有信心吗？有，前面小鱼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，我绝不会拖他后腿。希尔达酒店我一定拿下。希尔达大王总明天到上海。是的，我已经预约明天拜会他。再打个电话，拜会名单里边加上我。好的。小鱼停职，他推荐你来替这临门一脚。他很信任你，我也愿意信任你。只是，如果没有猜错，这一次我们的竞争对手，美国康迪、日本 LND 都虎视眈眈，都会去。这一单我们必须赢，所以一步都不能走错。明白了，您去就是我们最大的诚意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大王总最大的爱好是什么？唱歌。BFC 4大楼花之一，董小姐，果然是个美人。
我林睿的女销售要赢单，更要学会保护自己，懂吗？懂了，谢谢林总。喂，我说你听着就好了。好的，稍等一下啊。小张，你先出去一下。老大，你说。帮我查件事儿。好嘞。资料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了。对手就在你身边，你仔细一点啊。没事儿，这都小事儿，放心吧。幕后大 boss 我都惹不起，你要这么吊儿郎当的就别做了。老大放心，这事交给我，我知道清楚。还有，你可查不出来，别把自己搭进去了。老大，你比以前心软了。我以前心很硬吗？